家己的地位的一直是在那里，好，一直是在那里。咱无时无刻不是上帝的儿女，咱时时刻刻都是上帝的儿女。好，所以你家咱直接看个足清楚的。好，保罗伊上尾啊，到30节，上尾啊到30节，伊所提出的要求也是提醒，望这基督徒迄个款式来造出来，而且这个款式这个样式来合的福音。不只是安尼，咱要有一个准备，有一个健康的心态，咱来同心合意，为着耶稣基督这个福音来受苦，来背叛。如果各位弟兄姐妹，咱真正要安尼做，就要回去保罗他自己讲他自己了。我就是基督，我死就是利益。我活着是基督，我死的是利益。能够这样做的原因，就是保罗把他的自我怎么样减低到最大，减低到最严重、最深刻，好让主耶稣基督在伊生命里面无限的放大。各位兄弟，我们怎么可能一心啦？我们怎么可能同心合意啦？你的心那边，我的心这边，你大心我细心，我们怎么可能一心？除非我们看家己无遐重要，看家己的意念，看家己的坚持无遐重要，否则我们不可能一心的。我们连10月1号烤肉要烤鸡肉，还是要烤猪肉，要烤牛肉，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，信不信？可能烤海鲜比较好哈，烤海鲜的举手我们不可能一心的。大亲像保罗咧讲的，我看恁的利益赢过我的什么货？欢喜。我注重恁的利益，比注重我的欢喜更加重要。除非是像保罗已经讲出来这个概念，让那个自我为中心的性命可以压缩到最小，和耶稣基督最主的这个状况会当无限放大。不然，各位兄弟，我直接可以讲，咱无可能同一个心智，无可能一个心为着基督的福音三甲出力。咱无法度，绝对无法度。咱的出力会出怪手，会凊彩出，咱一定是凊彩出的，四面八方出力。再强调一次，各位兄弟，不是咱介绍，所以咱变做耶稣基督，变做上帝的囝儿，不是咱介绍，是因为上帝的囝儿这个身份角色已经在稳定下面给咱啦。所以咱爱搞一个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是上帝国的百姓，所以我们搞一个，会使袂？我们要搞一个，好。然后，这是从个人来看，对群体，从群体来看，一定要了解，那个自我，那个我，袂使遐尼重要。靠法度看别人的利益，赢过家己的欢喜，让。各位兄弟，你们相不相信我讲这个东西，然后我自己做到了？你不要摇头那么快嘛，你要考虑一下。好像没有，然后人家马上摇头。当然我是还没有做到。所以伫遮要甲保罗伫圣经里面的勉励，真做咱众人，包括我的提醒，咱做伙来打拼，朝这个方向努力，好不好？咱同心祈祷，即成个杯，